财政违分法的修法争议继续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今日就批评，这个国民党所通过的版本并无听地方的意见，伊个点名瓜子温伊对高雄根本伤害真大。突袭的通过，那也没有问地方政府的意见。高雄市希望统筹款、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型的补助3个加起来不能少于去年，这个是很卑微要求。我们也没有多要。高雄市的立委要支持行政院的版本，支持国民党的版本，那我觉得这个对高雄会有重大的伤害。那我也希望各个立委都表态。上次第一次修法的时候，要修法前，我还跟柯志恩委员说，修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土地面积还有污染的问题。他说好，结果2次的举手，他都支持国民党的版本。我觉得这样我很不以为然。陈其迈再一次批评这国民党完全无讲理，根本就是外行直接开药但药踢互地方政府完全无合理那现在是确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